大 S 的婆婆张兰传出遭到香港法院拘捕。香港媒体报道，张兰因为出售俏江南股权吃上官司，4年前被法院发出禁制令，除了冻结资产，还要披露身家资产，但之后发现她未依规定申报，香港法院对她判刑1年并下令拘捕。对此，汪小菲疑似透过朋友圈回复消息不属实，官司还在上诉。大 S 徐熙媛才因为被周刊报道婚姻触礁，打算提告，隔不到1周，港媒报道大 S 婆婆张兰遭法院拘捕。新闻：汪小菲的妈妈张兰在香港因为俏江南收购问题惹上官司，由于张兰缺席庭讯，法官发出下令将张兰拘捕送交监狱。张兰是餐饮集团俏江南创办人。港媒报道，因为张兰出售俏江南股份，在香港吃上官司。2015年法院判决，对张兰发出禁制令，包括了冻结资产、禁止转移、出售香港境内境外的5100万美元资产。但法院发现张兰没遵守规定，有财产未依规定申报，去年3月裁定违反禁令。加上张兰在宣判当天没有出庭，法官认为他没有悔意，藐视法庭，判刑1年并下令拘捕。大 S 婆婆张兰，我们俏江南20年了，所有的资产都在企业里头，到今天没有1分钱负债，没有1分钱来自银行。但媒体查证发现，汪小菲在微信朋友圈回复拘捕的消息不属实，现在已经提出上诉。汪小菲与大 S 近日频频登上媒体版面，被不实爆料婚姻触礁以及饭店经营出状况。汪小菲多次杠上媒体，这对夫妻档的一举一动，外界也格外关注。